為咗嗰隻蜥蜴，咁就又要準備封網啦，因為嗰啲青瓜就大咗啲啦。係啦，仲有幾棵 kale， 我數過連恩黐黐加埋有10棵。嗰個冬瓜就有4棵，1、2、3、4，4棵。佢中間長得好壯嗰幾棵就係莧菜，等佢成長咗就食埋佢。係啦，就係咁啦。咁咧，今早就成日做到都唔知時間。嗱，仲有嗰個番茄，今年個番茄嗱，本身種咗7棵，就得3棵成長。跟住咧，嗰啲剪枝，即係開叉底下長到啲枝就要剪咗佢嘅，咁就用水養，養到佢就會出芽，出芽咧就移植咗，而家係移植咗幾棵啦，1、2、3棵咯，前面嗰一棵移植咗3棵啦，係啦，嗱移植咗3棵，咁就嗰3棵就係成功嘅，咁呢一棵咧就係細茄嚟嘅。喺第二個床移過嚟，因為第二個床種咗2年，第二個床如果再種咧就係唔 OK 嘅。哇！你睇我今早搭個棚，搭到我成朝，其實上面仲爭1層嘅。哎呀，冇時間啦，太晏啦，兔仔餓啦，係咯，仲要搭多1層，咁就成功啦。因為啲番茄都幾壯嘅，係咯。我而家諗下係用繩啊，即還是都係用嗰個竹，用竹可能會好啲，因為冇木樁固定。係啦，就係咁解咯。哇，做咗成朝啦，睇下，我俾棵土樹遮住先。係啦，嗱就咁啦，咁就做咗成朝噶啦。唉，整2個棚嘅，整到我成朝，太工程太浩大啦。做少少嘢就1朝啦，冇辦法。